行好，台北站袂到诶，有知道像来到火车项目啊，平常时坐火车咧，行业部分真是係瑞台上哦。各位不喜來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呢個節目。喺今日呢個節目當中，是來推薦大家了啦。火車有關係嘅音樂，韓國有啦內列嘅發通非常嘅精彩哦。記得冇去年金曲獎有一張你會專輯按到票語，咧今年呢特別是合會會有做咧第二種嘅音樂合輯按到台北站到嘅，愛圖大家現在咧來認識乜嘅呢？我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兩位來賓，實先來介紹音樂專輯地圖其中一位創作歌手劉永聰阿聰哥。好，大家好，我係劉永聰。咩做得很嘅阿聰伯嘅。阿聰伯，朋友，三號來呢咧，聽伊個是係你阿貴州咧計劃嘅主持人哦，佢咪係交通大學嘅先生哦，貼起來講客家話語哦，你來朋友楊明亮先生，朋友先生。各位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楊明亮，今日哈先歡喜哈來到呢客。福氣來嚟嘅節目嗬，計底下都講太學嗬客家文化學院講太學生講客話。哇，歡迎兩位，一開場呀，各位離行嗬，台北站袂到，以後坐火車就上西堂呀客家話部分咯。今日同大家來分享，其實就會講到你台灣嘅鐵紀錄嗬，喺當鐵石，當到喺鐵道面看到今日節目，哇，全部就目注就白金來啊嗬。講台鐵嘅工作嘅人嗬，青頭就係客家人，係你客家鄉親啊嗬，同佢哋講話是地動親切係冇？係，然後你就發通，有埋關聯呢？係唔係先同大家介紹下台北站到嘅，我帶本大家乜嘅呢？哦，主持人嗬，呢個部分嗬係睇咗可能本兩個部分嚟講啊嗬，個鐵個部分仲係很多。台北站到咧，就是講其實 Andy 就係講台北客家人嘅故事。佢鐵站就係講 Andy 咧專輯嗬，仲係用一開始就延續去年嘅漂移呢一種專輯，所以講呢台北嗬，台北鐵路嗬，因為鐵下巴嘅關係，故所叫做延伸嗬，故意嘅延伸就延伸到鐵下咧。佢結果 Andy 從各鐵遷徙到台北嘅客家人。裡面現在隱身聲音的聲，裡面它比較聲音隱藏起來了，所以我們就透過這種隱身跟隱身的那種概念哈，這種雙關哈，來做呢一種轉型。跟住就講，第二部分就講，像因為來自各地嘅客家人哈，佢哋來到台北之後，佢就變到把自己隱藏起來了，好從這個空起來了，故所你就希望講，突然啲太學生，嚇，還有流暢啲客家歌手，共同去請，嚇，聽你啲火車嚇去請，呢條客家人都嚟，或者從啲市民太多嚇，啲茶頭串聯成線，連咗隻鐵路嘅嗰種鐵路廟，去請到一條台北嘅客家人，都帶有台北客莊咁樣圖像喎。過來講，就係突然咧，就學生嘅突然歌手去訪問嗰條本來台鐵嘅員工啊，嚇，還有台北茶條嘅站長，還有嗰條擺對啲台鐵當辛苦嘅呢條處長啊呢條，佢都嚟講台鐵同客家人有乜關係？所以通常主持人講到啊，台鐵可佢都嗰有隻余秋雲老師佢講，有七上日上係客家人係嘛？咁用辦法按到客家人咧。主要是開始因為個鐵路啊，寫條動辛苦啊，佢叫做唔過啲屬於咩部分聽啊嚇，故所叫做想講就阿爸嚇就很拉強下來，個阿哥要吐露台，個阿叔嚇要吐車咧嚇，勁強，就強到當到咗客家人，因為佢哋個舊嘅技術嚇，裝火車全部都係師徒制在咩嚇，就師傅吐啊個乜個師誒強下好。變成就慢慢就客家人就見來見到，故所你要想講，你鐵路同你客家人同你台北就係有人同土地嘅感情，
第二擺係希望就從呀音樂出發啦哈，同講呀台北客家人嘅故事，來希望呀音樂吼做啲感動大家，你做啲伴大家啲講哦，台北客家人係樣辦前世到台北來上班。因為你講起來，其實人就係最重要嘅吼。唔該講到台北咁有安尼客家種嘅圖像吼，都係講其實台北非常多嘅客家人，也係講係即個坐捷運啊，坐火車，也係坐唔講公車嘅時間，啊不時會聽到，哎喲，你見半夜吼，而家會嚟吼，講話用客家話。唔過規則台北因為都市化嘅關係，我之後就較無咁明顯講哦，你係客家人啊，你係乜幾人吼。唔過貼片我想。特別是阿維飛做嘢嗰陣時，從去年嘅漂移到今年嘅漂移，嗬，特別用火車路線安尼，佢出真嘅安尼停通嗬，我又知道其實串聯起來安尼情感，我會發覺講，他的情緒是流通的，嗬，非常的感動。我就請教阿聰嗬，你自家要去拜訪無橋用嘅茶頭來站種嗬，對你嚟講，你自家一下辦咗一星座，以前啲台北千多年呢。對你嚟講，你感覺係乜嘅？其實喺個台北，就像瑞塔講嘅，就有當到客家人。唔過嘅冇講嚴啲。啊，呢係一件事情啊，就有有做當到嘅田野嘅調查嘛，吼，有訪問當到講阿伯叔呢佢嘅什麼樣嘅故事，有提到有印象嘅事情，就係講當到人是坐火車到台北，啊到。台北啊，兩片落地上見啊，兩條人佢咩見證到一件事情，就係講台北嘅風景、天景嘅變化，就係講因為你行就台北鐵路到台北茶頭到台北機場，兩中間就係市民大道。啊，你就訪問，你是講哦，樣板嘅火車台北行啲嘅市民大道啊行，結果。最尾嘅火車行到天嚟下，行到天嚟下啊！嘅國家橋是起來嘅，啊兩條人行就會分享條嘅什麼樣嘅故事啊，還有條嘅感覺，啊樣板你嘅都市樣板來改變，啊你嘅鐵路條擺有乜嘅故事，咩全部要講出來。非常嘅期待呢，因為我看到無橋用嘅火車，韓國呢做安尼事務嘅人吼，佢哋有無橋嘅分享，其中有一個藍皮嘅火車車廂，你頭擺講就講區間車係嗎？普通車啦。啊，普通車。普通車。頭擺我哋心中呢完全安尼，我都見係非常懷念。一擺地圖係咩會有記錄無橋用嘅火車咯？其實特色嘅創作人嘅角度各創作嘅角度、寫歌詞嘅角度冇乜嘅相同啦。我最多嘅就用講人嘅，因為訪問當到人嘛，用佢嘅佢望住看得到嘅故事嘅個人嘅什麼樣嘅歷史來去切下去做嘅寫歌詞嘅角度，或者有當到無相用嘅視角啦。哇，故事係咩？非常嘅期待。講到火車，當然應該老客家有青島相關講。包括講火車嘅無相用嘅型號啦，韓國火車嘅環保啦，一直都見啦，一定會說嘛，哈。故說韓國有青島人知道講，係咪來到台灣做安尼鐵軌路嘅旅行，卻真神奇嘅。一個要擺透過鹽講，因為有 CV 創作嘅歌手參與也嘅專輯，就希望透過無相嘅角度。嚟表達講，客家人都帶啲台北成塊嘅樣貌係樣嘅嚇。等下節目多進嚟呢，就有機會嚟聽到音樂了。個來認識下那度有關一種真實嘅內容哦，請大家了解一下，繼續進到福氣來咧。
第一摆爱拄到你，你喊起后生人。你嘅师傅带你来，天天看上看下，看做笔记。这样事闹也渐渐也变做些有上千年。将天之妹咩前度，经过顺通会转来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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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来呀。过几年又拄到你，你变成老输入嘅人。嘛嘅毛病都冇问题，规日照上照下唔强添。唔但将从问题内全部机关没看真真，上路学做全部处理，跳工面讲继续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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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行。强下奋斗，强下变老，强下继续行。复茶马给吧，好听哦！再一次分享阿聪，同苗栗先生，加歌词地都有句话：强下奋斗，强下变老，强下继续行。哇，强下变老，安尼听起来就哇，非常的感动人呢，真劲啊！我能想到。哎，我想哦，下摆规个人讲要去做田野嘅调查，去访谈嘛，有嘛嘅故事，有嘛嘅人物，本面就係吃到非常嘅深刻难忘嘅。你先講先啦，就复茶嘛嘅花就是讲，你有访问到嘅复。台北机场嘅铁路嘅技师，嘅师傅家到对家到嘅工作有同情嘅感情。有時候我就用一個火柴嘛，就火柴頭啊，哦，就火柴嘅頭嘅節。就從媽媽去吐定自己聲嘅，安尼嘟嘟嘟嘟向前行。啊，佢嘅角度來去看了到石頭嘅變化啦，因為台北機場本來有日本石頭就有咧，啊改變做生意動到。啊呀，3000嘛。係啊，都嘅文化部咪強用咪用，你若要變到嘅呢鐵路嘅經驗館，係啊，佢就用火柴嘅角度來去看人嘅變化、石頭嘅變化，啊，唔過火柴佢沒有自家嘅嗰種嘅身，佢會變老嘛，啊，佢咪看到有亞到嘅鐵路橋嘅人啊，佢到嘅成長，咪強用會變老，唔過你強用有一個心情，就會帶點台灣所有嘅人哦，強下來繼續行。因為我自家吼有去啊台北機場吼，記得嗰當時講要做一個博物館啊，吼，安尼個記者會我有去主持，我有看到嗰邊無論係早期嘅火柴，也到現代嘅火柴，有做一個記錄擺出來，我是非常的壯觀。韓國其實台灣嘅鐵記錄吼非常的有名呢。唔講國外吼，以前國外當到係台灣出口本記到嘅呢。我就係啊，日本啊、泰國啊，我出當皮膚啊，嗰日下我當上會了解講，哇，你都去做田野調查，一定會聽到當到我都冇聽到嘅故事。比如講，我哋講地圖還有乜嘅無論係勘測工，係乜嘅重點嘅出門嘅人，也係乜嘅，係乜嘅冇強用嘅故事嘅係乜嘅呢？咩強用勘測工吼？唔啲。苗龍先生喺嗰啲他，你聲音嘅，你下黑手咧嗬，高，你高邊球都
都cái sử dụng跟細細件嘅無，有個人伫嗰邊拿個種那個旗嘅。我細細動槍有看過，不過一下自己建築很彩啦，細細一件，不過都冇人咧。冇人咧。太部分係都地下化咩？不過種下很有的吼，冇人種咧。不過就係唔自家一個前後左右去看一下。就就按用嘅人，但是知道因為我表態一件事情啊，就係講那個體檢風景啊。變化，你也對面所以看得到講，比如講，特別是鐵路嘅走到天底下咧，就地下化嘛，你也對面就會最後嘅見證人，就用你係看早講嘅角度落去看，年嘅體檢嘅變化，就會咩咁樣一個推貼嘅人物嘅故事啦。我想因為楊先生係也計劃嘅主持人吼，從頭開始吼來進行也計劃，包含到後輩嘅田野調查吼。我哋講有請到老鐵路發展嘅歷史有關係，比如講Q嘅茶頭講火車嘛咪吼，佢嘅當道嘅故事也得吼，再同大家分享到無？好，原則上吼，因為佢一開始其實喺工作坊吼，佢經常去想講。因為就來先從用班咧客家人同咧鐵軌路嘅關係，吼，故所就請到個余秋林先生、余秋林老師吼，因為佢係個鐵路施工處嘅處長，佢就當了解呢台鐵咧發展嘅歷史，故所佢同咧學員來講解啦，台灣鐵路從個流民傳史台經講到用班咧鐵路嘅人生都偏嚟下去，就同咧都有太學生來講。兩股，那太陽上結果咧，當日坐鐵路啊，坐咧火車，佢完全冇想講，原來就按樣嘅歷史。過來就講，你真正去實際調查嘅時間，咁發現講，尤其像台北機場，大家都親有經驗。個所有嘅學人都知道，因為班佢哋還沒開放嘛，哈，故所你要先申請啊，所以落去，故所佢哋咧就學生佢完全唔識去過。故所以落去之後，到該創辦之後，最開始就批到該當從個肌肉片，鐵桶米啊，你出來係咩鬼神肉片吼？我想講，你看就按到該帳鋪茶園，其實都該地位，客家人就按三芒按勤苦耐勞吼來做兩件協調，佢為到大家。鐵路方便安全，過來講，佢哋就從咧創辦一隻地方，同咧就客家人，還有同咧就台北咧土地，佢慢慢佢哋去想講咧條東西係用辦法，就冇人看到嘅歷史，佢哋來變開來看，還有像一個基先生，葉國駒老師啊，還有像個中央資中人陳鴻宇老師啊，比如同啲學生嚟講，用辦種葉老師就講，佢從寫咧歌詞嘅角度去講，歌詞面就寫像詩人啊，佢知道嘅圖就講，用辦做嚟編歌詞，後面還有像阿長姑啊，就搞佢講，你去田野調查嗰條經驗，用辦嚟轉化變隻歌詞，就從咧你去你就創辦咧感通，同人之家，同人鐵路，同人客家，用班老嘢全部填落鄉下，就變成做啲感通人嘅故事。故所也擺一個計劃啊，當然to來認識台北市嘅客家人，各位客家人到底漂移對哪漂移到哪？啲台灣。嘅台北落腳以後，做哋感受到乜嘅？我做一工作坊係培養後生人來認識客家，還個來接觸客家嘅同好嘅方式。係啊，因為就想講，一般嚟講啊，你當然講，尤其唔講客家文化，係咧客家話，佢希望客家人來客家嘅後生人來傳承嘛。佢當你講一傳承，一講客家話，佢冇感通啊。故所從人物嘅角度去看，佢過來講，你一轉視嗬，就係其實就講故啊，就講客家人嘅故，講咧鐵軌路嘅故，
讲了土地的鼓，佢说哎呀，你东西全部来差不多乡下时，佢學生佢就有冇窮嘅感覺，有興趣嘅，係有興趣嘅，像嗰度來學生，一開始可能佢咩一開始咩唔知啊做乜嘅，不過就突然又買去彈入樂，嚇又買去對啲課茶，哦從咧對課茶咧就角度去潛去想，嚇去轉向頭擺客家人嘅歷史，用班從咧其他各地嚇遷徙到咧台北。好像佢可能有啲南部來嘅客家人啊，吼，高雄、美濃、屏東呢邊來嘅客家人，係像桃園、新竹呢啲邊佢有咁嘅客多嘅客家人來到嚟台北，係像花蓮、台東咩有嘅，咩就來到嚟台北，你等於就會就開始到啲鐵路做勢嚇，來台鐵做勢，認識很多客家人，就變成一隻親神奇嘅故。因為一下嘅想法，老頭擺真然長差青島啦，吼，一下嘅想法真然算係當人講當舒適安逸吼，頭擺人講單槍去機場就批到嘅機油嘅米線，所以哦，我當然喺講啲啊做勢，上市食材冇咁冇曬吼，唔過出啲講青島嘅客家鄉親，雖然因為安尼辛苦，唔過穩定，吼很辛苦就來做安尼嘅勢頭。嗰時出錢，我嘅叔伯啦、兄弟啦，吼，全部來做，就因為安尼變做客家人嘅代表性嘅行業啊，吼。嗰時我係相信，後生人看到安尼，本記得應該有青島嘅啟發哦，嗱咩三網大兵嘅嘛。係啊，其實記得話就一擺啲學生吼，本來客感同嘅素材講，佢看到其實雖然其實我應該一擺鋪啲後生人吼，佢可能有啲係客家人，不過大部分唔係客家人。哦，大部分唔係客家人。佢就從呢一發通呢工作坊來認識客家人。懂吼，哇，聽到非常嘅感動吼，當感動吼。等下到咗來呢，你繼續來介紹，你音樂會發表了，邀請大家共下來參加哦。你下繼續進到福氣來咧。大家進到福氣來嚟見半日嗬，老票兒有關係嘅台北站到嘅呀，音樂嘅合適嗬，為老大家見面了。我想今日兩個來賓嗬，劉永昌創作歌手阿聰姑，韓國計劃主持人楊明亮先生到節目當中來嗬，到底對佢哋來講嗬，乜嘅按到票兒你請教佢哋好咧嗬？兩位來賓，我首先請教你哋嗬，對你哋情感對一講接觸嘅創作來講嗬。無論用我現在嘅創作，我知道乜嘅老票兒係非常有關聯嘅一個動出節嘅，喺我哋嘅快問快答推薦俾大家。票兒啊？唔知道係乜嘅？是上票兒應該是上到一個天樣，可能頭擺可能我應該厲害演嘅人，這個年紀的人，他看當時看過嘅《刺激1995》。也是刺激1995佢嘅故事，我知道從一個什麼樣嘅票兒，不過佢嘅故事就係講，嘅主角吼，其實親不管佢讀到乜嘅事情哦，佢就帶點希望，就行下嘢，就行下自家是去尋自家什麼樣嘅一個出口。唔放棄，唔放棄，一樣是我知道，我看得到嘅票兒。哦，我盲實看過，有幾邊嘅老兒變出來了，看過嘅情況啊。全部藝。你名，你啊，就會講你有嘅天陽有當有天陽演嘅排行嘛吼，還有講口碑嘅排行哦，口碑嘅。係咧，唔係第一名就係第二名，係，很厲害啊！佢佢老一年嘅宗教沒有得關係。咩講到有心靈上嘅對調係嘛？積極樂觀正面啊你。冇就
你读到按到生命可能讲无读好无顺嘅事情，你还有办法有希望，也继续行下去。不管用办漂移哦，其实带点希望行下去，嗰種你係就會愛推上會到你件事，你個天然嘅原因。董站推薦問大家哈，接下來請教楊先生，你知道漂移對你嚟講，乜嘅創作係同符合嘅？哦，係吼，就想到好多個。乜幾個？林強的那個向前哦，向前行。向前行，同經典嘅歌曲。不過其實人哋好多歌，我想講，就像人客家人吼，其實人從太多影響，前賽都台灣，就是出到前賽啊，就出到漂移啊，嗰時候可能就一樣嘅概念嘛，就來做呢種轉型，就想講，就係其實像呢個火柴係咩係啊？嗰個幫窮嗰個龍嚇，就開始按摩電動。唔過就出去咗講咧，有啲像阿長古睇講嘅概念就講，看到講嗰時就像呢客家人看到希望咧，嗰時候就用一樣漂移嘅見前賽，一樣嘅歌唱就寫呀面同土地，還有面同啲火柴嗰種情感，係啊，嗰時候就像在之前就問他種，就像講嘅。向前行，乜嘅都唔驚，都要衝到客家嘅。我家啲兩位分享當中，我有個新嘅收穫哈，因為大家講到漂移，要知道講有啲嘅當中安尼也會黑黑嘅，出揾到下一個地方，下一個素材，當中較冇問題冇問題。唔過兩位講嘅漂移，其實就係一個好嘅，一面講。向前行，就走嚟看到新嘅風景，就有新嘅希望，有光明嘅感覺。也係漂移人嘅一種意象哦。係，故所一擺規則發通其實一種轉型啦，差唔多做好嘅即將出嚟同大家見面咧，同大家介紹一下，nice呢又有展覽哦，又有音樂會哦。好，應該先來講音樂會就係。12月8號下晝頭幾多點呢？3點半到5點。哦喲，下面3點就開放入場了。3點是做得過來，不過佢愛講去拿票。拿票哈。雖然票唔值錢，不過佢拿票。免費嘅啦鎖票入場啦也個去年沒有舉辦安尼漂移嘅合適嘅發表會啦嗱，第個希望大家經過地點啲松山嘅文創園區製煙工廠2樓，有個多功能嘅展演廳。來到也希望真嘅漂本人拿槍槍，經過講當上去行本入去，小心記得係講清本樣啦。也係鎖票，免費鎖票入場嘅音樂會係12月8號，我哋從12月1號開始，去一個正式嘅記者會，陳茂先生。你12月1號有隻都特別插頭有隻記者會10點開始。佢哋記者會佢特別就係講，今年佢特別就係講，唔係單槍小嘅講呢一種轉型，還有講呢一種音樂會就12月8號。佢嘅還有隻展覽，就講，呢一擺呢工作坊參加呢就學生嘅。佢哋對呢，都從呢田野調查裏邊訪問到啲人，很多呢就調擺嘅設計都嗰種路來寫條歌詞。嘅雖然講呢擺就有兩首歌詞，就寫到呢專輯裏邊。不過其他寫嘅歌詞係一號一講嗰時就全部來展覽到俾我俾人看呢就後生人。後生人用板來看客家，用板來看呢鐵記錄，用板來看呢火車頭一樣。嗰時候12月1號開始啲台北火車頭，就有做一個展覽咧，大家去出咗去看得到。佢一擺參加工作坊嘅大學生有幾多生意？一擺有30公司30公司咁咩當然咧，30公司一生年就要寫一篇嘛，也一書。其實就分組啦，分組就可能2、3、3冊，就都是生年就寫出歌詞，佢就同佢哋就顯出他好嘅就俾我嘅頭髮睇到盤大家來看。哇，很讚哦！幾萬人寫嘅
线哎啊，唔係寫嘅，哦，天諾線啊，天諾線，因為我想講，咁我有學生講，我係咪當上我老去寫咗歌曲，跟住去唱歌阿聰先生就講，我嚟搞應用去寫歌曲安尼，係冇？哎呀，做啲研究下去啊，記得要做一個記得啲作品啊，嗬。其實對後生人來講，就會講楊良先生佢有講嘛，佢經老佢講，我嘛嘅傳承客家，呀。按樣講對後生人來講很難去寫嘅。不過假使講伊帶佢來去看，講鐵記錄，還有講按你來討論一下用辦來寫歌曲，來做創作。你較神奇，用搞料嘅方式。錯，按你來寫嘅係嘛？其實會寫嘅過來做按樣嘅事情。就會講無單止客家啦，就會講台北嘅歷史文化，還有台灣嘅鐵土嘅歷史，咪咁樣留下落去。係，古時也嘅計劃都見嗬，到12月8號算係一個青年嘛，因為發表會就做到有專輯同大家見面了嗬。前係好安尼，其實安尼一長嘅時間，要做青島嘅調查嗬。佢一開頭嘅時間，楊良先生就講。應神嗱應賞就有安尼個相關嘅嗬，佢同時你就都在很用嚟去挖出一條按精彩嘅故事。原則上其實台鐵本來聽到史料啦嚇，佢就同啱講台鐵嘅鐵路用辦發展，跟用辦為啦客家人有關係，就是因為台鐵員工地位當到客家人啊，嗰時佢就本來條史料嚇，後來還有就講。佢台條窗條啊，主持人講啊，台北客家人當到啊，唔過要台北客家莊嘛，可能每年嘅問題睇下種要客家莊。實在唔知道係點嚟其實像啲台北嘅中課嚇，其實就青島客家人。唔過像啲阿伯去訪問咧，係就有隻梨，當中都市民睇到在蛋糕嚇，有隻五福梨啊，五福梨嘅幾面，佢啲隻梨嚇，大部分就係行嘅，佢不咪樣就佢講，其實佢哋就係頭擺喺台鐵員工嘅宿舍，喺富權啊嚇，就變成得聚落，佢嗰佢哋就一條客家人就帶咗兩片，底下都行喺度咧，嗰陣行到嗰地步嚇，佢大家都講下，感覺當親切，當親切咧，嗰陣咩做得做一個咧台北市嘅。客家人嘅哪一種鐵路嘅地圖，鐵路然後嘅地圖嗬，當神奇。非常期待一擺嘅譬如開演嘅專輯台北站到嘅推薦俾大家，邀請大家12月1號開始看展覽，12月8號去聽音樂會哦。今日非常感謝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分享，再次感謝。希望大家。非常感謝所有嘅朋友今日來收看福氣來咧，邀請大家。等下繼續聽你先生來做運動喲，張嚟了。